要避咗啲冇喺太陽下邊呢度暴曬咁樣。咁我再講多次，喺防癌會裏邊有一本書係教你邊一啲嘢係可以加多，邊啲嘢減少咁樣。但係整體嚟講，你要睇緊唔同嘢。第一樣嘢，你話我想身體狀況好啲，你係要食翻啲有營養嘅嘢。有冇第二個問題咧？問下咧，如果有朱古力瘤，係咪會變做 cancer， 同埋係咪一定要做手術咧？同埋我媽媽曾經咧，佢試過即係31歲嗰陣咧做過嗰個瘤係良性瘤嚟嘅，喺個子宮嗰度。咁係咪我會唔會遺傳嘅機會好大？同埋如果我舊年咧都曾經做過嗰個內膜係針灸咧，咁刮咗，咁但係冇事嘅，咁係之後要繼續點樣去跟進佢？朱古力瘤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及嘅子宮內膜移位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就係自己本身咧就係良性嘅，絕大部分嘅朱古力瘤都係良性，咁亦都係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咧就係你當係一個良性嘅病咁醫啦。咁我需唔需要一定切除咧，就視乎個朱古力瘤嘅大細啦，咁我同埋對於你嚟講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啦。咁因為朱古力瘤個問題咧，就好多時就算你切除咗個朱古力瘤都有機會翻發嘅。咁所以就即係好多時候就唔係話一見到朱古力瘤咧即刻切，亦好細嘅朱古力瘤可能片會吸收咗都唔定添。咁所以就要即係觀察住，同醫生商量，睇清楚個朱古力瘤嘅大細啦，有冇增長得好大啦，有冇症狀啦，先決定使唔使做手術。咁一般朱古力瘤嘅手術咧就係做一個可以叫做微創嘅方法。切除咗個朱古力瘤，咁就保留翻個卵巢功能，因為見你保養都自己後生嘅等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盡量希望可以保存到卵巢功能咁啦。咁所以簡單啲嚟講，朱古力瘤自己本身係良性嘅，咁變惡性機會係好低。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持續性係有症狀或者越嚟越大，同埋都有咁上下大嘅話，可能有機會會發生即係我哋所謂朱古力瘤嘅併發症，例如話發炎啊。扭轉就少啲，即係發炎啊或者爆咁嘅情況比較高嘅時候咧，就可能值得去做咗佢啦。咁呢個要同醫生商量。咁至於話第二條問題就係話遺傳係啦，就係話如果媽咪有個良性嘅瘤，30歲左右嗰陣時切咗，咁你嘅機會係咪好大咧？咁樣咁。我聽落去，你頭先話你媽咪有個良性嘅子宮瘤，喺子宮嗰度嘅。咁聽落就其實就係、如果良性嘅子宮瘤，其實就係我哋嗰啲叫做 fibroid 啦，即係子宮纖維瘤，咁係良性，都係好多人都有嘅。咁呢個就同卵巢癌或者子宮癌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就唔使特別去擔心呢樣嘢。即係你如果淨係講緊呢樣嘢嚟講咧，我就唔會覺得你特別喺遺傳方面就高風險。咁但係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講緊個子宮內膜增厚啦。咁如果你話發咗功啦，咁個增厚完工之後，就要睇嗰個報告出嚟啦，係咪有任何嘅病變啊，或者叫做非典型嘅增生。咁但係睇落去聽落去都似係正常冇嘢啦。咁如果係冇嘢嘅話咧，就唔使擔心。咁但係雖然如此咧，你都要注意，因為即係主要注意啲乜嘢咧，就係話個經期自己本身。準唔準有冇位，即係持續咁樣一大段時間都冇嚟經期，要食催經藥先可以有經期嚟啊咁樣。咁要注意呢啲，同埋如果經期持續都係有問題嘅話咧，咁都要醫生要再即係定期幫你檢查，睇會唔會再有增生嘅情況出現。一般嘅增生咧，其實就分兩類嘅，咁呢叫良性嘅增生，或者普通嘅增生，咁多數就冇問題。但係如果有即係嗰4條就係主要話真係厚咗咁樣啦，即係主要話子宮內膜厚咗，咁嗰啲冇問題。但係如果係真係講到增生，尤其是一啲非典型嘅增生咧，就係喺子宮頸，即係子宮內膜癌嚟講咧係有影響嘅。即係如果去到有非典型嘅增生咧，就要特別注意，因為都有幾大嘅機會咧會變成子宮內膜癌。咁去到呢個情況咧，就要即係要再同醫生好好咁商量，需唔需要做進一步嘅，一係就藥物，一係就手術嘅。唔該陳醫生。麻煩下一個問題。我問下咧，嗰啲細路仔打嗰啲預防子宮癌針，會唔會有後遺症或者副作用？咁就
講緊係子宮頸癌嘅預防針啦，暫時就子宮癌就冇預防針嘅，係子宮頸癌嘅預防針。咁個子宮頸癌預防針咧，因為始終都做咗好多研究，係一個好大型嘅研究啦，同埋已經即係推出市場都好幾年嘅時間啦。咁暫時所有研究同埋所推出市場之後所收集翻嚟嘅數據顯示咧，就係呢啲針其實係好安全嘅。佢主要嘅副作用咧就係打針個位置痛啊、紅啊、腫啊咁樣，都可能即係打普通嘅抗針一樣咧，打完之後可能1-2日就有少少發燒咁樣。至於個長期嘅後遺症咧，暫時嚟講咧就冇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 link 啦，即係暫時唔可以講話打咗呢隻預防針之後會引致到啲咩好嚴重嘅病，係因為預防針嘅。下一個問題。我有幾個朋友咧都話俾我聽，佢有子宮頭先講嗰個係咩瘤？朱古力瘤。咁咧佢話有本 CM、7cm 同埋有一個朋友話有個產好大嘅，咁同埋佢話照超聲波咧入邊係有啲淤血喺入邊嘅。咁如果咁嘅情況，你應唔應該切除嗰個朱古力瘤？係，咁朱古力瘤咧就喺卵巢嗰度嘅。OK， 咁就係講緊卵巢嘅朱古力瘤。咁點解其實咩叫點解叫做朱古力瘤咧？就因為個卵巢裡面嘅嘢係朱古力色咁樣。點樣嚟嘅咧？其實咁一個理論咧就係話係啲經血倒流，咁知道去到嗰個卵巢嗰度積聚咗喺嗰度，咁就慢慢積下就變咗一個血瘤。但係因為啲血咧過咗一段時間咧，就變咗朱古力色咁樣啦。咁實即係啡深啡色，咁所以點解叫朱古力瘤？咁主要就係即係嗰啲朱古力嘅色嘅物體喺個卵巢嗰度。咁所以至於話需唔需要切除咁樣啦？咁其實就過咗5cm 或以上咧，就可以同醫生商量考慮，即係考慮下切唔切除。即係個世界就冇話一定要或者一定唔使嘅，永遠都係即係要衡量個即係手術嘅風險啦，個癌症機會嘅癌症機會高唔高啦，會唔會有機會即係爆嘅機會高唔高啦，同埋咩症狀咁先決定話即係使唔使做手術咯。如果真係長得好快，又開始有症狀嘅話咧，咁都要即係要同醫生商量，可能需要考慮做手術咁樣。好，下一個問題，馬先生。因為醫生見我係同姑娘，咁但係都想支持下香港華會嘅講座啦，咁就有翻問題。第一個問題係嗰個 PDSC 咧嗰個針咧，其實都係男女都打得嘛。咁但係有冇話係例如10年嘅研究之後，會唔會話需要係再翻下咧？係咁樣嗰個免疫治療都係好長嘅。喺好多癌症嘅治療有冇呢啲嘅情況可以研究緊佢哋嚟緊會用得到咧？嗰個最新嘅治療同埋係譬如喺其他嘅癌症嘅情況，嗰段時間係點樣都比較深，因為第三就係學啲人啦，或者係會唔會喺一啲嘅做完手術之後咧，都常見嘅一啲情況係啦嗰個情緒重啦，咁會有啲家居嘅運動嘅動作可以教下人啦，即係其他嘅運動啊，咁就我先答第一條問題啦，就係關於嗰個 HPV 嗰個疫苗，暫時啲研究數據有冇話要幾時再打嗰個 booster 啦，即係再打第2支針。咁暫時嚟講，個研究差唔多，學你話齋差唔多咗，即係啲隨訪嘅話咧，隨咗成10年啦。咁發覺咧嗰個保護力仍然都喺度嘅。咁如果你要睇好仔細睇啲研究報告咧，就發覺話某啲疫苗可能嗰個抗體可能跌咗喎，可能跌到好低下喎咁樣，係咪仲係有效啊咁？咁但係其實咧，實際上就成件事件比較複雜，因為咧佢哋用咩方法去量度嗰個抗體，同埋究竟去到個抗體去到咩地步先有即係或者咩水平先至會有保護作用咧？呢兩個問題咧都未完全解決到嘅。咁所以咧就係，但係最緊要就係佢哋一直巡訪嘅時候，有冇人打咗疫苗
都會感染到，即係佢打嗰種嘅HPV 病毒。咁佢睇落去之後，除咗咁多年咧，仍然覺得過咗10年，無論抗體點樣都好啦，個保護力咧仍然都喺度嘅。咁所以暫時就冇任何證據證明話需要隔咗幾年先再打一個加強劑咁樣。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嗰個免疫治療啦。咁一係就廖醫生講個免疫治療，咁我再講下係古方癌嘅方面。免疫治療咧，其實而家大部分呢一年裏邊，你聽到嗰啲免疫治療咧係好幾款免疫治療嘅其中一款啫。咁嗱，你會講喺內地又有其他免疫治療，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嗰款免疫治療咧，係增強我哋嘅 T 細胞去睇到我癌細胞嘅能力。嗱，癌細胞就好特別嘅，佢有咧令到我哋身體咧唔覺得嗰啲係唔正常嘅細胞。你諗下，如果有啲唔正常嘅細胞入咗我哋身體裏邊咧，我哋就製造呢個抗體，或者製造一啲可以殺死呢啲唔正常細胞嘅免疫細胞。譬如話，我哋有傷風有病，你咪睇到由發燒，跟住有好多痰，跟住慢慢就好翻。呢個過程係我哋免疫嘅過程嚟嘅。但係喺癌細胞咧，佢都特別嘅嘢嘅。佢特別嘅嘢咧就話佢能夠令到呢個 T 細胞咧喺認得到呢啲癌細胞嘅抗原，同埋甚至係到最後尾啦，佢已經能夠已經 activate 咗啦。而去到呢個癌細胞裏邊咧，就製造唔到個侵蝕癌細胞嘅能力，因為呢啲癌細胞分泌咗一啲嘢出嚟，令到呢一個 T 細胞咧係冇咗能力去睇得到呢啲癌細胞係唔正常嘅。咁嗱，而家咧睇到咧，原來係咧我哋呢一啲免疫嘅細胞咧有一個掣，嗰個掣係點樣咧？其實係我哋免疫細胞嘅一個特性嚟嘅。你諗下，如果我哋一見到一啲唔正常嘅細胞，我哋嘅免疫細胞係冇控制地生長而去打呢啲唔正常嘅細胞咧，就會犀利得滯啊！即係話我哋嘅免疫力高得滯。咁你其實事實上真係喺我哋見到咧有高免疫嘅病嘅喎，因為係自我免疫排斥嘅病㗎嘛，我哋有。咁嗱。咁撇除咗呢樣嘢就係話，呢一啲癌細胞咧就會分泌一啲嘢出嚟，令到我哋啲 T 細胞睇唔到佢。咁成個呢一組嘅免疫嘅治療咧，而家就係製造一啲藥出嚟咧，就令到啲 T 細胞咧再睇得翻呢啲唔正常嘅癌細胞。咁係有兩度嘅，所以整體嚟講，我哋叫 checkpoint inhibitors。如果你睇翻，咁其實係一啲即係話係。佢中文我唔知佢點樣譯法啦，總之叫 checkpoint inhibitors。咁咧係啦，咁嗱而家呢啲藥咧喺 FDA 喺美國咧，淨係喺黑色素皮膚癌喺非小細胞肺癌裏邊咧係註冊咗係有效嘅。咁咧，但喺其他腫瘤嗰度咧有林種種嘅腫瘤都試緊嘅，同埋喺 Phase 2嘅 study 裏邊，包括係呢一個呢個卵巢癌咁樣。咁咧其他嘅腫瘤用緊試緊呢啲藥係咩咧？包括係呢一個腎癌啦，包括係呢一個胰臟癌啦、頭頸癌啦都有咁用，包括腸癌。但係最成熟嘅都係講黑色素皮膚癌同埋呢個非小細胞嘅病。婦科癌病嘅康復者咧，其實佢哋做運動之前咧，最緊要。頭先講過啦，睇下如果你哋係之前做過手術開咗刀，一定要確定嗰個開刀嗰個傷口係穩定啦，好返。第二咧就要睇下自己雙腳有冇腫而腫嘅情況係咪已經穩定咁如果有腫咧，可以做運動嘅，可以着咗一啲嘅壓力衣或者壓力物線，跟住去做運動。咁做咩類型嘅運動咧？大家就選擇一啲輕量嘅運動。唔好做一啲雙腳要負重好多嘅，譬如踩單車。踩單車係一個好好嘅運動咁就如果係做完運動之後，咁大家咧要 keep 住睇下自己雙腳，如果係之前有腫嘅情況有冇加劇？如果冇加劇，可以安心咁繼續做運動如果真係發現，咦做完明顯腫多咗喎，咁就要同醫護人員或者醫生再商量下。係有啲關於家族遺傳嘅問題，頭先答你哋
係有一家庭個父親係乳癌嘅，咁其中有2個女兒咧都變咗有分別係41歲同埋47歲就乳癌，咁佢哋亦都係測試咗一個係大個因子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用咗摘呢個輸卵管咁樣，但係另外一個咧係咁醫生又建議佢做呢個卵巢嘅手術。咁其實摘呢個輸卵管係咪可以可以唔需要做呢個輸卵管嗰個手術咧？摘咗輸卵管係咪可以唔需要做呢個卵巢手術咧？同埋佢哋而家年紀已經去到50幾60歲，咁係咪即係仲需要做呢個手術咧？想請教主要咧就係講緊一個遺傳性嘅卵巢癌啦，同埋即係其實呢一種病，頭先可能都講少少講嘅叫 BRCA 嘅病，我估計可能你個朋友就係有遺傳咗呢個遺傳因子嘅特別，就係呢個BRCA 嘅 mutation 啦，咁所以就係佢屋企有乳癌嘅家族史，咁佢都驗咗之後，發現如果真係有 BRCA 嘅話咧，因為我哋知道呢一種咁樣嘅基因嘅變動咧，就會引致到除咗乳癌之外咧，卵巢癌嘅機會都會增加嘅。咁 BRCA 其實就有2種咧，1同2。咁1咧，如果係有1嗰種咧，就會卵巢機會比較高啲，大約可能講緊係醫生人之中可能有3至6成，或者一般嚟講4成幾嘅機會啦。第2種咧就會少啲，咁就可能15%啊咁上下。咁但係咧就即係始終都係比普通人高好多。咁所以點解咧？醫生就會同佢討論，使唔使做啲預防性嘅手術，去減低卵巢癌嘅機會。咁其實如果真係要減低卵巢癌嘅機會，其實喺呢一種基因突變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需要做卵巢同輸卵管切除嘅，兩邊嘅卵巢同輸卵管切除，咁先可以有足夠嘅後果，減低第時即係有卵巢癌嘅機會。咁你話淨係摘咗輸卵管得唔得咧？咁樣？咁雖然而家近期咧有啲研究咧就話某種嘅卵巢癌咧係喺輸卵管嗰度開始先，咁但係你所謂就咁摘咗個輸卵管，你仍然有個輸卵管喺度嘅話咧，其實個保護性都唔係真係咁高。咁所以如果真係好好地要所謂做預防性嘅手術去保護呢個遺傳性嘅卵巢癌嘅話咧，咁其實就要做卵巢同輸卵管2樣都要做晒，咁先可以達到呢個最好嘅保護後果。咁至於話而家已經50幾60歲啦，仲值唔值得做咧？咁樣，即係反而我就覺得50幾60歲仲要值得做。點解咧？因為其實係個卵巢癌嘅機會係隨住年紀而增加嘅，其實就係、咁。尤其是如果50幾60歲都收咗經啦，應該直接近收經啦，都冇諗住生小朋友嘅話咧，咁就切除咗個卵巢嘅即係後遺症或者後果咧，其實就反而比起譬如未收經嘅更加少啲添，咁因為個荷爾蒙嗰度對先唔會有咩好特別嘅影響，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應該值得考慮咯，其實呢一方面，咁佢都要同醫生再商量。唔該陳醫生，嗱真係仲有個問題打針嘅問題嘅，咁私家醫院咧就比較容易接觸到，但係個費用比較貴。咁如果譬如醫管局或者衛生署下呢嗰啲機構咧，可以即係俾啲指引我哋去邊度打針會比較平嘅收費同埋排期嗰啲咯。想打 HPV 針係咪真係？咁就喺啲唔係私家嘅，即係喺比較政府嘅機構啦，譬如話家計會啊，又或者有啲我哋嘅婦女健康普查中心啊嗰啲咧，都會有呢啲 HPV 針打啦。咁但係就話真正嘅價錢咧，就我暫時好似冇一個2007，但係就冇一個即係冊子話佢喺度地方係幾多錢咁樣咯。但係我諗暫時冇呢樣，可能黃眼妹都有得打嘅，不過就冇宣傳。其實一般嚟講就係2000，即係2000零蚊度咯。其實就係打3針已經係3針，冇人淨係1針嘅，差唔多係。你可以喺
如果你係要打嘅，我哋會有呢個咁我哋再次咧，俾啲掌聲我哋小醫生啦、陳醫生啦同埋高人咧，今日喺度同我哋講嘅講座。排隊向前行就得㗎啦。藍色前行就向前排隊嚇，唔該向前行。排隊排隊，交表格呢個排隊向前行㗎，唔好攝咗落去。藍色表格嘅向前行。排晒啦。嗱，要簽名要填齊㗎嚇，唔係。如果冇表格嘅就，因為你有人係唔要格，呢個太遲啦，先俾。你做咗啦？死啦！你俾佢哋俾人睇啊！黃色表格向前行得㗎啦。